多谢来利用这个来看这个台湾的俗语，讲无米兼闰月。今年是农历闰2月，依照传统的习俗，这个闰月是爱请老爸老母食猪脚，讲会使添福寿。所以讲，屏东万巒的猪脚鸡最近的买猪脚的人是有够多，再加上进前年价较济，有真的尤其一买就几啊地，啊若无就用网络去买，几个这个规条这个。猪脚鸡啦，逐间拢真无用，啊！即马猪脚已经欠费啊，所以讲，这个生意人敢若会使限制民众买数量，网络部分嘛爱先暂停。街仔路规个拢是人，排队的人嘛拢排甲热热长。都是现场排队，然后限购2只。业者电话接袂离，大家拢是为着这笔卡过来。香港贵猪脚落甲油金啊油金，敢若用看就互人看甲嘴烂插插丁。屏东万万猪脚鸡最近来真侪游客。轮过爱包爱给妈妈睇了啊，分手啊。因为双方都在，所以要1000后。甚至有人到三港尾，甲规后车道钱甲磕出出。一个一个排啊，一次一次排。轮流排。轮流排，对。哦，所以你们要总共买几只？我们要买100多只。猪脚会遮尔抢市，就是因为今年是闰2月，照传统的风俗，闰月爱请爸母食猪脚，得当体因添岁数。不过当地业者就讲，业就比过去2、3月新中3倍以上，生理和个变过，就要做袂赴人买。已经停很久没有宅配，因为就是说疫情影响。到目前现在开放的人潮变多了，每一家店都欠人家很多猪脚。记者讲，猪脚未收济，嘛无库存，今年销量伤过济，是开店以来头一摆看，所以除了限制排队的人，卖规定大家限制买偌济，希望民众会当体谅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。